大家好，我係6D 班嘅郭明君。我最中意嘅歌係《幸福》，因為歌詞入邊有一句講到：幸福是卸下重擔給上帝，因他必看顧你。呢句子讓我諗到咗，無論我哋經歷咗任何嘅困難、挫折，但係上帝都會幫我哋解決呢個困難，克服佢。大家好，我係6D 班嘅錢之夏。我最中意嘅詩歌都係幸福，因為歌詞中有一句講：幸福係要分享自己所擁有嘅，然後去叫別人得利益。呢句話令我諗到我自己有好多好嘅嘢，我都要同人哋去分享。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，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。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，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。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是要完美主义，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公义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，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。它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是要完美主义，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公义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它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是要完美主义，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公义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大家好，我係6D 班嘅畢爾希。我最中意嘅歌係《慈繩愛索》，因為裏邊有句歌詞講到：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，就好似
無論喺咩時候都好，神都會帶住我哋，牽住我哋，陪我哋走出難關。來到你的寶座前，我舉起雙手讚頌你，配得一切榮耀尊貴，你是王掌管明天，來到你施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，背起我罪，一生飛奔，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，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來到你施恩座前，我將我的心奉獻，唯獨你愛我，天天不改變，奇妙救主，我永屬你。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，為我捨身，背起我罪，護我一生飛奔，展翅上騰，在主裏能得安穩。我願一生竭力同行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，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彷徨人生不擔心，因有你伴我行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。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劉富孝，好高興今日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詩歌。如果要我揀一首自己好鍾意嘅詩歌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喎，因為我鍾意嘅詩歌有好多。我亦相信喺唔同嘅環境、唔同嘅時間、唔同嘅心情，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選擇。最後呢，我就揀咗一首比較短、歌詞簡單，但係對於我嚟講有深刻體會嘅詩歌。記得喺10幾年前，有一次因為自己心急嘅緣故，
冇留意地面嘅不平，跟住棘到成個人跌低咗。當刻聽到牙骹骨發出咔咔兩聲，除咗手同埋腳之外，下巴都流好多血。唔單止咁，我個嘴擘唔大，講唔到嘢，食唔到嘢。被送到去醫院嘅時候呢，醫生同我講我個傷口好大好深，需要做手術。有機會嘅話呢，可能要喺個口腔裏面鑲螺絲。做完手術之後，可能面部都會變形。各位同學，如果你係我，聽到醫生咁樣講，唔知你會有啲咩嘅感受呢？其實嗰一刻我好驚，我驚自己做完手術之後唔知會變成咩樣，我驚會影響自己嘅說話能力，我亦都驚唔可以再教書啦，因為咧好多時候教師咧都要講好多嘢，就係因為咁樣，我成晚都瞓唔着覺，喺度喊，除咗喊之外咧，就係不停咁樣喺度祈禱，我求天父咧讓到我有平安。感謝主咧聽禱告，最後讓我咧遇到好嘅醫生。雖然咧最後都要縫20幾30針，但係經過休息都已經冇乜事啦。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經歷，讓我體會好多，讓我知道咧原來好多嘢都唔係必然，唔係理所當然嘅喎。有一啲嘢，有一啲能力，可能突然之間會失去冇咗嘅喎，所以我哋要好好珍惜。我今日分享嘅詩歌叫做《若你能看見》，唔知大家聽過未呢？歌詞咧叫我哋多啲去感恩，我哋能夠睇得到、聽得到，呢啲都係恩典嚟嘅喎，所以我哋要好好珍惜。我哋要珍惜所擁有嘅一切，包括健康，包括能力，包括每一個嘅機會。除此之外，亦都要多啲關心其他人，關心嗰啲睇唔到、聽唔到嘅人。關心嗰啲失去咗或者有需要被幫助嘅人，相信如果大家都做得到嘅話咧，呢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。希望大家都鍾意我所分享嘅詩歌啦。如若你能看見藍天，能望到千朵白雲隨風轉，願你不忘記感謝神，能看見絕未必然。如若你能聽到潮聲，能聽見千萬狂濤飛濺，願你不忘記感謝神，能聽見愛主恩典，環顧世上不知幾多眼睛，連自己雙手亦無從一擊。若你抬頭仍舊見藍天，請緊記凝望多遍，環顧世上數不清的耳朵，連父親聲音亦從未聽見。若你偶然緩步至岸邊，請多聽潮浪一片。